马可福音第5章，耶稣过去加利利湖的迄边岸，到格拉森人的地区。伊一个路船，有一个互蛇神附身的人，拄对蒙仔堡出来，拄着伊。一个人拢带伫蒙仔堡，人用铁链拢甲伊链袂牢，真侪摆，人用铁链甲骹扣甲伊捆绑，铁链互伊踹断，骹扣互伊讲喙，无人有气力甲伊制服。伊暝日伫蒙仔堡，也是山坪乱嚷，佮用石头甲去伤害。伊伫远远的所在看到耶稣，就走来跪伫伊的面前，大声喊：至关上帝囝耶稣，无你的代志，我记上帝的名命令你，唔准你甲我苦楚。因为耶稣有对伊讲：蛇神对这个人出去。耶稣问伊：你什么名？伊应讲：我的名是军团，因为阮真大阵。伊迫切哀求耶稣，唔通赶因离开迄个地区。迄时，附近的山坪有一大群猪在讨食。蛇神求耶稣讲：互阮去猪群遐，通入去因内面。耶稣准因，蛇神就出去，进入迄群猪，规群猪约有2000只，对山坪撞落去湖里，互水毒死。饲猪的人就惊甲走去城内，甲乡舍报这个代志。众人就出来要看有发生什么代志。因来耶稣遐，看到迄个互鬼附身，就是捌互军团变着的人坐伫遐，有穿衫，精神正常，就真着惊。看到的人就将互鬼附身的人，甲敌群所拄着的代志，甲人讲，因就要求耶稣离开因的地区。耶稣要上船的时，捌互鬼附身迄个人求耶稣准伊做伙去。耶稣唔准，甲伊讲：回去恁兜，恁亲人遐，将主人命令，对你所做遐尼大的代志，拢报因知。迄个人就离开，伫地加坡里传扬耶稣对伊所做遐尼大的代志。所有的人拢感觉真奇怪。耶稣搁坐船过去湖的迄边岸，伊伫湖边有一大群人聚集wat来，有一个会堂的主管叫做耶罗来，一个看到耶稣就趴伫伊的骹前，恳求伊讲：我的细汉查某囝得要死啊，请你来甲伊换手，医好，互伊活活。耶稣就甲伊去，有一大群人嘛，话话快缀缀伊去。有一个妇人人伫着血流边12年久，伊有互真侪医生看过，受到真侪痛苦，个钱拢开了了。伊的病毋若无较好，颠倒若上重。伊有听到耶稣的代志，就跨入去群众内面，行我去耶稣的后面，摸伊的衫。伊想讲：我敢若摸到伊的衫，病就会好。伊的血流随时止，感觉身躯的病已经好。耶稣随时知有气力对伊出去，就活过来问群众：什么人摸我的衫？问导应讲：你看，规阵人在甲你看，你哪会讲什么人甲我摸？耶稣4颗认真看一下，爱知什么人甲伊摸。迄个妇人人在伫伊身上所发生的代志，惊甲屁屁喘，就跪伫耶稣骹前，将隆重的实情讲出来。耶稣甲伊讲：查某囝，你的信心，互你好去啦，平安倒去，你的病已经好啊。耶稣要在讲的时，有人对会堂主管的厝来，甲耶罗讲：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去，哪着搁劳烦老师？耶稣无甲因听，对会堂主管讲：
毋免惊，你只有信。伊就带彼得、雅各甲雅各的小弟约翰做下去，以外毋准别人爬去。因来到会堂主管的厝，耶稣看到场面真乱，有人在喊，有人大声在哭。伊一个入去就甲因讲：恁哪哭甲乱吵吵？即个囡仔无死，是在困。因就甲伊踢笑，毋过伊甲因拢赶出去，然后带囡仔的爸母甲迄三个门徒入去囡仔的房间。伊牵囡仔的手，对伊讲：第二代古米，意思就是查某囡仔，我甲你讲，起来。查某囡仔随时爬起来行，因为伊已经12岁，因非常着惊。耶稣严严警戒因，毋通将即个代志互人知，佮叫因摕物件互查某囡仔食。